诚久无用台语来讲日记，除了讲最近嘛有较无用，搁有翕册，翕册就是有一寡零散时间就紧来翕，搁就是哩哩扣扣有诚济零散的代志交相煞所以讲拢无一个较无一个较长的时间通好来讲日记，而且有可能想讲，咱咧讲敢有进步？毋过想想的就是爱有家己若讲台语的机会，爱创造即个机会。因为平常时身躯边四颗链长会当一直甲家己用台语对谈的机会无济，就是因为工课上的关系，连讲话拢一字就是逐工拢讲无几句，好好讲，搁用台语来讲这嘛较无像讲有的人就是爱持续一直讲台语，安尼当然台语就会较进步。我既然无，毋过嘛是有尽量讲用头壳内底用台语来思考。安尼就较惯性，较袂讲90几拍拢是中文即马有较改善啊。虽讲这可能短时间看袂出来讲，就是开喙讲台语就诚好就是迄种在来的讲台语人的开口即马就无遐追求讲爱追求即种开口啦，因为即马豆仔知影讲有一寡代志就是爱豆豆来，莫去强求你若去强求嘛是痛苦即摆的生活中就是莫去求求讲为安怎有的人会替公司牵成，会替顶司牵成。毋过即摆豆豆想讲，其实这嘛毋是我想要做的代志。举一个例，就是今仔日即个顶司就开始讲你即个单你怎会就是叫阮关起来毋过真正关起来，伊佫讲怎会使安尼直接关起来？爱安怎就是规矩嘛有伫变化。毋过想讲，其实这是甲我想的佫无共，因为若替牵成做顶司，其实伊管的代志都毋是我想要做的代志就变做是一寡行政这单有补好势无而且伊可能做者代志嘛无了解就是即摆公司的代志拢做分散，无一个集中的人大家嘛是伫遐等人来等人来遐牵来牵去就是讲你嘛无清楚别人咧做啥所以讲你若替人牵成，你嘛犹原是爱谁甲你牵成，你就是爱去甲伊奉刣，就安尼尔为安怎我要追求即款物件因为我就相信讲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价值伫第一遮伊若伫公司做带足侪工犹原是一个小卒这就是价值就无互人看着无互人看着，就等于是无价值就变做讲我甲家己的价值犹原建立伫别人爱看着，而且爱认同可比讲台语这这现此时的社会，大家都无重视而且你讲，大家嘛有的人嘛感觉足困扰安尼是因为讲台语无价值，敢是安尼大家拢知影毋是这是真正的原因一种惯势，一种社会就是足侪冬以来替改变替政治的力量政治就影响教育，影响即个媒体，影响
做侪物件，就有一寡当初是是正直要搭的项目就会愈来愈稀微，愈来愈稀微，你爱救就歹救就因为大家就会对伊有一个讲毋是真有价值无值得讲，无值得去认真对待，大家就变做即种思想是用拖的，即种观念观念是上要紧的观念无改变，你爱一直苦讲，安怎讲就是规个人伫听这观念物件就是变做嘛无法度，就亲像讲我捌听过有一个同性恋伊就讲因为伊是同性恋，所以伊爱比逐家搁较拍拼，伫事业顶头爱表现搁较好安尼大家较袂想讲哎呀，即个同性恋安怎伊就会对家己要求搁较悬。毋过实际上，一个人的价值，敢是讲爱表现诚好，诚做一个足成功的人，较代表讲伊有价值无就互人看衰小。就我互即种价值到底是爱安怎体现就想要证明家己的价值就变做若是一个小卒介心无啥物价值会替即个社会观念来影响着，所以变做讲亲像讲我今仔日想要写小说就想讲咧现此时逐个拢无爱看文字遐济个文字，连影片伤长逐个拢无爱看。我若搁用台文台文写搁会用劲，毋过若搁用白话字罗马字写更加无人会去看。毋过这敢是代表讲无价值？就是我的价值到底是爱别人会认同认可亲像讲基督教遐济信徒，所以基督就有价值你若去信一个敢若你几个人信的赛事无几个人，迄会众嘛无济啦。是毋是讲赛事就较无价值就是咱即个社会是会用一个做侪人拢知影做侪人拢做要义就变做是一个即个人口济嘛有伊的价值无就是伊的资源真济嘛是价值所以讲即个社会伫运作，我嘛伫内底受着影响受着影响了后，佫变做讲变做讲想要去追求，毋过佫感觉讲哪会安怎求拢求甲足艰苦济寡，为安怎咧？因为我对即个价值我就是有一个就甲即个价值互依赖别人依赖正人公众的人就变我会点人数人数遐少就是伫遐怨叹。所以讲我无法度家己互家己价值可比讲今仔日我想讲其实一当前讲甲哩哩啦啦依原共款是讲用台语讲日记一当了后我安怎讲甲安尼有头有面有骹有手，而且做者事豆豆会用无共款的事有可能无训练我无训练袂去想讲我安尼有价值，而且我家己看会着家己会当去肯定家己即马咱的自细汉受着的教育就是讲爱有价值，就是讲
成绩好吼，有可能学校会去甲你诶名吼去排名排列吼。老师伫咧课堂吼会讲吼。毋过若讲有一个物件，毋是成绩，毋是考试单诶分数，毋过你排甲足头前，无人摕起嘛，无人讲嘛无人知，无人晓伊吼。上善良诶第一名，第一等上早起床诶可比讲安尼，变做讲有法度讲，咱家己训练家己我今仔日上早起床，我一个人知影尔，毋过我着家己足骄傲诶，变做讲咱即马对家己诶价值观阁有骄傲诶即种感觉变甲足罕见拢是爱有符合着社会会去学落诶，有钱有名无就是讲你排物件拄啊好，逐家嘛做实行逐家嘛安怎讲咧，拢足稀罕可比讲你会晓韩文韩文逐家都稀罕讲你会晓韩文呢？你看迄个韩国剧你是毋是拢毋免看字幕？伊安怎都有足侪问题，你就会想讲对，我学这是有价值诶无就是讲去食穿靠这食穿，就足简单呢众人伫抢你嘛想讲对，我会晓诶物件足有价值咱头壳内底拢替这教育甲诚好，足惯势拢啥物物件爱有即个市场即个市场就是上侪人会去补，上侪人会去要伊诶物件，所以变做讲，其实咱拢受着即种运作诶控制，毋过咱毋知。咱有想讲对做一个正常人，就是爱安尼。安尼做变做其实嘛会艰苦，嘛会痛苦。为安怎咧？因为你毋是成功诶迄类诶就算是成功迄类内底，阁会分关价所以讲就不时会做失气诶，不时就是会去牺牲别人轻分怨妒这拢是为着讲家己要找家己诶价值无法度讲失去一个肯定家己诶能力我即马欠快嘛是即种即马就是讲对，我即马做一项代志爱家己做欣赏诶，欣赏家己其实这足困难诶啦我今仔日做啥物代志，就会看讲别人是毋是足感激诶足说多谢无就是讲今仔日若去互顶时安尼讲两句就想讲害我就是一个连这拢做袂好势阁有啥物价值咧就变做拢去互人控制住诶，无法度欣赏家己，欣赏家己做诶代志，欣赏家己即摆诶决定拢无法度去所以讲这变我足爱练习诶毋免去练讲安怎互顶时看着家己诶价值要安怎做较会安怎，其实毋免学迄为安怎咧？你安怎学，就是互家己立家己诶心性家己诚做一个神诶即个本性离愈来愈远离遐远就会愈来愈袂快乐。为安怎？因为安怎比安怎比拼，拢无法度讲诚做无法度互人拍败，拢袂啦，拢会惊吓。因为你表现好，阁有人表现比你阁较好毋过我今仔日若去学着讲我去甲我内心的即个神的本性，家
叫精神，叫起床。而且看着家己的价值是用家己的目睭看着的哦，毋是讲今仔日有一个人学了，讲你做有即个神的本性，若无即个人讲我就无啊。去依赖讲外在的语言，外在一个表扬一个形式即马就是伤过头依赖即个形式无法度讲家己做、家己补、家己学落、家己欣赏因为想讲做节目的哪会爱靠家己去家己拍谱仔，安尼是毋是是毋是做无出头的？这是咱在来的想法拢想讲，若是别人补这较有价值，而且若是讲毋是家己的朋友厝里的人补，是补熟识甚至是对手家己补这是有影有够赞的咱就是受着这种看法、这种观念的影响较足深的，变做讲咱要安怎变做一个家己有法度，互家己快乐，互家己有尊严拢变甲无才调拢是爱倚靠别人，倚靠一个机会若即个机会还袂到就忧闷亲像我的同事旧同事伊离开公司了后，伊就一直真找，想要找一个公司一个部门，是真正看着伊的才调真正交代伊上重大的任务甲做要紧的代志拢交互伊互伊好好表现，伊就会一步一步踏伫光明的前途伊嘛变做一直伫超找找找若找袂着就足失气的这就变做讲，因为伊变做爱倚靠即个机会若无即个机会伊就感觉家己即个价值无法度发挥我其实嘛是共款，我有足济会通好思考的所在，讲为安怎我倚靠讲什物人对我是会念还是袂念，认同还是无认同我是毋是伫等待有一个顶时突然间看着我的袂歹的所在突然间足欣赏的佫会排列讲即个第一名第一心目中上有会当接班的，会当牵线的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头前排伫我头前拢是我的对手。我拢互即种毒素侵入去我的身躯内底、思想内底逐工拢透袂开，行袂开骹，走袂离那即马我就是爱豆豆甲伊解绑莫互伊束缚，就是做代志就是欢喜，做代志就是看着家己的价值毋是讲爱安尼安尼较有价值像我安尼就无价值毋免安尼想，我着过头去想过头去用别人的立场替家己拍分数，所以变做讲感觉家己讲是毋是做无好是毋是有一天会替人辛苦去看就是有一种无安全的感觉变做讲这拢是价值失去价值，家己价值，家己认同家己的价值拢是因为失去这种能力即马嘛是
游玩爱豆豆仔捡转来，就是安尼。